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1，箴言22章9節安尼講：好心的人要得到福氣，因為將伊的美娘分予送香人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將美娘分予送香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主愛、信實、豐盛供應的主，你滿有憐憫甲恩典。也用公義治理萬有，主啊，天地萬物攏出自你，願生命中一切美善的恩賜，也攏是對你來的。主啊，你眷顧軟弱的人，扶持困苦的人，從無看見憂傷甲卑微的人。主啊，願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，求你除去阮心中的自私甲冷淡，互阮明白家己所有的一切，攏是你所賜的恩典。求你互阮歡喜甲人分享你所予阮的一切，互阮通用真實的行動來扶持有需要的人。互阮的所行，毋是為着得人的呵樂，乃是因為阮捌對你領受豐盛佮白白的恩典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